老师甲你讲，一支笔安尼等于，两支笔安尼等于，一百支安尼等于咩？袂等于。今仔日倒盘人家是点袂输，惊伊拄仔咧唱独角戏，伊连倒壶袂飞，伊会飞去正地就办。今仔日伊点袂输，就是有一群人要喊伊跳，要喊伊唱。啊，这个点袂输就有地就是品德，就有品德，就有道学，就有修养，就有涵养，就会较爱咱大家。啊，咱大家若对伊有什么信心，咱就要甲伊行，敢是安尼？那无道理甲要甲伊行，诈骗集团你甲要甲伊行，当然你嘛无啊。所以今日咱嘛非常感恩咱以而信任所有的传输人才，所有的领导助理，会当讲对咱以而信任每一个单位按求条件，这叫做团结一致、方向一致、目标一致、理想一致、同心同德，共同服务是为的。当然，你收办到人哋当中，一定要先讲。多花友情的匠心，为你维护着咱所提来讲，后边这4点，咱今日第一点，你遇到坎坷的时阵，你也有保持着这种平心。咱对伊收办到人哋当中，咱讲无论上海志愿上山志愿下海志愿。我就要安怎安怎，敢是安尼？咱发展的心是非常的坚持。但是当你会考验着的时阵，你讲是威廉尔；但是当你今日拄着紧的时阵，你其实心中安怎变？你就不一定。所以呢，当你受委屈的时候，要保持这种心情。每一个人拢会委屈，